好，来，咱开始。好，宣道会主后1909年，明治42年2月2日，中会有设宣道会，特别话你真好，对啊，真就顺迄个口。系啊，汉字就真困难安尼。对，好，煞命令各会友伫旧历正月头一礼拜着献诶，我感觉这段真，我感觉这段咱敢若前顶摆有读过吼，毋过不要紧，搁读一摆好。哦，咱正月，读了啊，咱100嘿啊，我就感觉，我就看到迄个正月，我就想讲顶摆我就有问过你这个问题吼，正月好，继续个读。甲继续读好，正月头一礼拜。着现金来做宣道会的路用，有创宣道会的钱地哦，对，钱地，互达人通入。对迄点起到这点到这点，年年实行。所收的钱，无设到伫无设到伫一个所在来报用道理，是伫不知做所在来开演说会，好是来开演说会，演说互人听。哦，安尼吼，第二个演说爱读本条线，演说互人听吼，不只有得到结果。好，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宣道会主后1909年明治42年2月2日，中会有设宣道会，煞命令各会友伫旧历正月头一礼拜，着现金来做宣道会的路用，有创宣道会的钱地，互达人通入。对迄点起到即点，年年有实行。所收的钱无设到伫一个所在来报用道理，是伫不知做所在来开演说会，演说互人听，不知有得到结果。好。嘿，就是后一页嘛，是另外一个新的部分开始，哈哈。好，继续读吼。传教士高管养老会，好，高管养老会。主后1909年，明治42年9月14日，中会有设高管会，也伫1917年大正6年2月7日有设养老会，到1918年大正7年2月27日有将高管会甲，这个就是甲养老会联合好。设一个会是虾米目的？是要照顾静停是啥物意思？静停的传教士，毋知呢，迄个静停。就青粉无摕，听过照顾静停的传教士。再看卖，来看卖，系啊，毋知什么意思。系啊，静停，
第5条静停。静停嘿啊，无收即个书，嘿啊，来看别个声调敢有？是有。你讲有是啥物意思？有，唔，我用另别个声调找到有另外一个词叫做静停，啊，毋过看迄个解说就是完全无符合即个所在，就奇怪嘿。静停，系啊，静停就是讲是日记来就是，是吗？静是迄个进步的进，毋过静停伊个解说讲是日记来的放松的意思。哦，安尼哦。嘿。哦，OK，系啊，是即个汉语。就若是即个解说用伊即句话，感觉怪怪吼。应该毋是啦。系啊，应该毋是即个。我嘛感觉毋是。啊，毋过这是啥物停咧？照顾啥物的传教士。看敢有另外一个静开头的音，敢有啥物事？静情，会传教士。敢有可能？是要照顾静中静静停的传教士甲传教士的官夫。静停。哎呀，我嘛是想讲用静开头，看静开头的词，拢有去感觉上界符合，大概就大概就是讲静中静静，为就拍拼做工的迄个意思。静心、静环。静中静中嘛是。系啊。新人过啦，因为就我。系啊，新人过，系啊，就想讲来开始太破吼。系啊，而且无论是静中也是静啥物，拢比迄个静停较好理解即个意思吼。好，照顾静停的传教士甲传教士的官夫。哦，了解官夫。好。若是牧师，我讲来咧静停。我讲静停讲是迄个 pass away 过身的意思哈。我感觉为什么会安尼？即个词实在是足好个咧，因为好先继续读好话，等你来 Google 一下好啊。好，若是牧师静停，伊每月通对一个花领12箍银，12箍银，12箍银，12箍啊，就爱变掉12箍银。即摆看起来又个是退休的意思吼。可能是。嘿，你啊12箍银。好，传道士静，佫出现啊静停，每传道士啊，就变调才好。传道士静停，每月通对一个花领
8箍銀，也無輸的官夫每月行領。啊，對，應該是第7條吼，而且無畫迄個第7條。好，我甲伊畫落去。無等者，官夫，對，無輸的官夫。官是第2條啊。官夫無怪，好，官夫無輸的官夫，每月通領7箍銀。反倒輸的官夫，每月通領。反倒輸的官夫，每月通領5箍銀。現時有7個咧領。好。蜻蜓，所以蜻蜓就是停止的停啦，我有啦吼。感覺咧靜，這個靜咧，來查一下。靜停。咁這敢是教會內底特殊的講法？我毋捌聽過呢。係啊，靜停。我拄着 Google 找到一個文獻，打互你看吼。佇 chat 那遐，嘛是講迄個無輸的。毋過伊是漢字的版本，毋過嘛，伊嘛應該嘛有白話字的版本。內底有靜停，就是因為這是漢字的版本啊，若是會使頭會使在轉落，也是伊是第2段，迄個靜停退休到1953年迄個。啊，佇頂懸有迄個漢羅，也是轉羅，也是平底，迄個選擇。還是我無找到，你講佇倒位？1953。後壁哈，後一段1953年，靜停退休。OK。這個停哩。若是你佇頂懸選轉羅，也是平底，就是有漢羅甲有全白話字的版本。你敢有找到迄個選擇？佇倒手邊，較佇頂懸的顯示係遮。就有迄個靜停的迄個白話字迄個詞。應該是會使找到上接近的寫法。靜停退休。好，有點無啦吼，這遮就是靜停，就安尼寫呀。係啊，靜停。來看這個漢字這個書。好，靜停。毋過我看靜停，感覺若是用這個漢字，就會找到真濟迄個中國語、華語的迄個政府的公文的講法，嘛是真奇怪。好，無代誌。所以這個書是對華語來。係啊，我感覺嘛，要是會使講是有迄個華語的影響安尼。我毋知呢。靜停，係啊，華語我嘛無聽過這個講法啦。是佇倒查？你講用 Google 還是啥？係啊，我用靜停啊，拄只迄個佇迄個白話字用靜停，這個是 Google 到啊，嘿，對。啊，毋過感覺嘛，毋是介符合這個，毋是退休的意思。無看這個。
好，哼，直接看，搁继续看，要紧。这段读了啊，你感觉？好了，传教士高官养老会吼，主后1909年明治42年9月14日，中会有设高官会，也伫1917年大正6年2月7日有设养老会，到1918年大正7年2月27日，有将高官会甲养老会联合。当设一个会是甚物目的？目的是要照顾近庭的传教士甲传教士的官夫。若是牧师近庭，伊每月通对这个会领12块银；传道士近庭每月通对这个会领8块银。也牧师有官夫，牧师的官夫每月通领7块银，传道士的官夫每月通领5块银。现时有7个在领。好，继续好。对，一个会的基本，现在我7千块银，7千块银，有一个会就传教士的心，就传教士的心较为平安，较免挂入后来的事，虽是无通10分补助，也是有小可的帮助。好，好，你干嘛来读一遍？应该拢是读过这个会啦，吼，我是讲这个高官会就对了，吼。对吼，我应该一个伊是第8条，这个应该是这个第4条，这个有这个会啊，了解。哎呀，无怪我拄则就迄个，是讲这个意思怪，好，了解，是我读着去，这个会的基本现在活7千块银，有这个会就传教士的心较为平安，较免看入后来的事，虽是无通10分补助，也是有小可的帮助。好，继续吼，应该是后字啊，等一下我来看，好，虎安尼吼，虎好，伫台湾侪富人人，少年的时无机会通读册，但心无爱读，毋久无伫公学校，阁已经，等一下，已经伤侪。毋久无入公学校，阁已经伤侪嘿。有诶有丈夫，有诶是啥物酒馆了解啊。有诶是酒馆酒馆富人人爱啥物求学问，好。有所以讲拄则迄个酒馆富人应该会连做伙酒馆富人人安尼连起来才对吼。较好，酒馆富人人爱求学问，有诶是教会人爱啥物加捌道理，了解。好，为着爱养成即款诶人，女士会有
见着一間湖屋佇淡水，有派姑娘做校長。了解，這段你感覺來讀一遍？湖屋佇台灣濟婦人人，少年的時無機會通讀冊，但心無愛讀，毋過無入公學校，閣已經傷濟歲。有的有丈夫，有的是長官婦人人，愛求學問；有的是教會人，愛加捌道理。為着愛養成這款的人，女士會有見着一間湖屋佇淡水，有派姑娘做校長。好，繼續後一段。第1910年，等下，第1910開學，來讀的，來讀。安尼讀啦，1910，啊才開學。1910哦，1910開學，對，迄個年的。好，第1910開學來讀的幾若人是傳道娘。本校有所在通用溫地17人，對18歲到45歲，迄時捌字還是毋捌字的婦人人會得通入。所教就是聖經、數學、音樂、白話字、漢文、國語、習字。其他攏了解迄個習字是啥物？習字也是寫字的意思，敢是安尼？習字。好，等一下我來查。好，所啥物？所要求要緊哦，是 IN 啊，毋是 IU，是所要緊就是聖經。校長以外，本校有4個先生，一個點佇校舍，3個是女學院的先生來兼教。好，了解。習字，咋子？習字，好。習字，係啊，你開始習字嘅迄個習字。啥物我無查，看袂到。習哦啊，唔是，你台裡頂查到迄個用習字去找習字。干嘛？這個習字叫習字爾？係啊，係啊。可能是這個習字啦，吼，我無解釋，但是我哦，對，伊即個較迄個較符合，較有可能。我來讀一遍。佇1910開學來讀的幾若人是傳道娘。本校有所在通用溫的17人，對18歲到45歲，或是捌字還是毋捌字的婦人人，
画得通入。暑假就是圣经、数学、音乐、白话字、汉文、国语、习字。所要紧就是圣经。校长以外，本校有4个先生，一个踮伫校舍，3个是女学院的先生来监教。好，继续吼，后一段。对19到1922伫这12年的中间，有200多人来入学校，有的读几个日，等一下，几个日迄是读几个日，那定有的读2年、2年久。这个字数字吼，爱读2年久，也是2年久，应该是2年久吼，两卡迄个较顺，2年久，有的读2年久到等一下，主业哦，是第8条啊，好，到主业，后壁都无，后壁嘛是应该嘛是有第8条，我画一个主业了，主业了，歹势，主业了，应该是嘿，第4声主，哈，应该是第4声才是本调，安尼应该要读做主业吼，主业。哦是哦，等一下，哦，来查看卖好啊。好，主业好。对吼，本调是第4条，所以讲伊头一个迄个第8条是标应该是typo，飘唔着去。好，干我来记一个，若无拢会花去，歹势。好好。伫倒位？哦，伫遮啦。好，来画，应该是。本调第4条变成主业，等一下，我有写唔对啊。主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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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业。好，继续啦。对，有诶读2年久到主业啊，主业了，吼，主业了，有诶倒去，有诶倒去厝里，有诶做宣道夫，不止离业伫教会，有诶离合。有诶入学诶是，等一下，有诶入学诶时是世俗，伫学校得到道理，倒去就真力伫教会。好，安尼。好，这段你感觉来？对1910到1922，伫这12年诶中间，有200多人来入学校，有诶读几个日若定，有诶读2年，有诶读2年久到主业，到主业了，有诶倒去厝里，有诶做宣道夫，不止离业伫教会，有诶入学诶时是世俗，伫学校得到道理，倒去就真力伫教会。好，继续吼，后一部分，传道局
之后1911年明治44年9月20日，中会自集的时，陈清义牧师有提设传道局，吼，这个提吼，提敢莫变调，也是读本调，有提应该是提出一个论提出来，读本调啦，有提读本调提好，有提设传道局，好，目的是爱鼓舞互教会等者鼓舞互教会负担传教的经费，负担传教的经费，因为北部的教会对开设以来已经有40年久，传教的经等者传教的经费，也是传教的经费，传教，所以要读本调，传教的经费，拢是第3条结尾好，传教的经费，拢是加拿大舞会支出较侪，好，安尼。OK， 好，你感觉可以看一遍这段？传道局自后1911年明治44年9月12日，中会自集的时，陈清义牧师有提设传道局，目的是爱鼓舞互教会负担传教的经费。因为北部的教会对开设以来已经有40年久，传教的经费拢是加拿大舞会支出较侪。好，继续后一段。对这点了后，北部的教会想爱渐渐家己担当，望为爱渐渐对，爱变调，渐渐也是应该爱变调吼，渐渐家己担当。嘿，这个爱变调吼，应该是 learn 哈，学习。learn to 对，学习家己来担当吼，渐渐家己担当，望为什么话啊？进步，好，为进步哈，了解，为进步，正做独立，也通做设到40年的纪念，中会听了赞成，就派部会备办，什么？备办中庭，好，中庭，等下来查一下。中庭就是章程。好，了解中庭。好，到1912年2月28日成立时，这个施行的施行了解啊？施行。成立施行，也是爱变调成立施行，感觉应该分开吼。成立施行，安尼。袂使啦，嘿，系啊，若是你敢会读联做会，也是会分开。我可能会读做伙，因为我知影成立施行。
成立施行，成立施行。好，了解，好。好，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对这叠了后，北部的教会想爱渐渐学家己担当。我甲学字变掉了，嘿啊，变调是。望为直进步，成做独立，也通做设教40年的纪念。中会听了赞成，就派部会备办，将停到1910年2月28日成立施行，成立施行。好，好，上好后一段。对迄条起，年年设法互教会担当传道的赎金，这个赎金好，传道的赎金较侪。应该是读传道的赎金。传道对，读本调。迄个担当传道的赎金，较侪。也，这敢是也的意思？也无接，也应该就是也嘛有做啥物代志。啊，毋过这个也敢是本调，敢是第5调？也好，也无接赞助完，将所收的赞助金刷做补助传道赎金甲本局费用的路用。迄个赎金我来查一下，赎金是啥物意思？这也是一个金，不过赎金费用的意思。这个原来是安尼，何先生的迄个学费，安尼学费。赎金，所以讲传道书的迄个金嘛是赎金。好，教书的写例。这个论语内底有素修。对，素修嘿，素修。应该是就是嘿啊，就是若是讲到老师啊、先生，就会较无疑问嘿。嘿，这是传道的赎金。好，迄个也咧，也是，感觉进前看也是安尼，也遐，感觉是印象中是第7条，也是，你敢记得？应该是第7条吼。啊，好，应该是好，无问题啊。好，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对迄点起，年年设法互教会担当传道的赎金较侪，也无接，这里无接。对啊，敢是第7条？我嘛感觉伊真济所在应该是第7条的字，拢写做第5条。也无接赞助完，将所收的赞助金刷做补助传道赎金甲本局费用的路用。好，继续吼，后一段。中会将等者，开始。好，中会将宣道说教会互接。好，教会互接传道赎金以及传道书，另免转定书交代传道局办理。
好，对迄点了后，教会的事务有较什么处事，有较处事，这个词你敢知影意思？处事有较有次序啦。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好，有较处事好，安尼了解 orderly 好。对，寒天若爱在教会的代志，拢是对传道局来调查，应该是第七条吼，调查，敢是调查调查所以讲调本地就是第一条调吼，第一声，第一声嘛，调调是第一调声查哦，所以讲调调查这个词本地就是第一声，调是调查调调，系啊，来调查，调查调调是什么意思？调。诶，本调是第一声吗？怪怪啊，感觉本调我印象中本调毋是第一声，调但是读是读对哩，因为变调才会变做调查嘛。系啊，调查哦，调查，所以有本地就有调查即个词，调查就是即个音，但是嘿，调查的音要来读我嘛，调查，我来看调查哦，我是有找着本调是第五调，调查调调查嘛，第五条变啊，我了解啊，因为本条第五条有一个腔口嘛是变第七，变第一条调查，变等下第五变第七，所以第一嘛是变第七，第五调查。嗯，哦调查， OK，所以我在想讲奇怪，为什么我系啊，读的是明明就是第七声，系啊，第七声系啊，因为为什么第一声会变第一第七声，声怪怪？啊，毋过第五声嘛是会变第七声，安尼应该是调第五声调，然后调查，然后调查系啊。好了，总算是，系啊，我拄则嘛是做基本，想讲调查，感觉是对的，啊，毋过如果本调读到一个第一声个所在，唔对。系啊，嗯调就调啊，第五调变第七条，好，调查好，对传道局来调查，好，各教会若伫什么啊，若有什么事也着。嘿，也应该是安尼第七、第八条，也着对传道局来报告，好，报告才对哈。报告好。我拄你这段你则袂记感觉咧？讲吼，拄则嘿嘿嘿我之前有讲过啦吼，嘿伫圣经啊是教会内底吼，拢会讲嘿，用即个甲 甲 KAP 啦吼，甲哦，对，啊对，甲，嘿啊，我想讲下即本的时，迄个甲都是 KAP 甲，我就想讲即敢是较侪人讲的腔口也毋是，是啥物？嘿，这是教会会利用的腔口，因为伊是用哦即是哦，地方音嘿，才有啦吼，所以嗯因为即本圣嘿。经主要翻译的时阵是是用教音，会的事哦，原来是安尼。啊，毋伊过若台湾是翻的，诉讼，嘿，嘿，是伫台诶，湾翻的，所以伊翻的时阵哦，会用音翻的吼。哦，原来是安尼。嗯，所以讲，甲台湾咱较侪人诉讼讲的音就是无共啊。嘿，对。嘿，咱诉讼讲甲，你啊，甲我安尼。有的用嗯，词嘛无共吼，比如哦，讲嘿，善车，咱较袂讲嘿，善用，较袂讲送送香啦，但是伊送会香哦，伊会用送香即个词。好好，用足多。嘿，嗯好来，我来读这段吼。嗯，中会将宣道释教会无户籍传道缩音以及传道书任免转任等事交代传道局办理。对迄点了后，教会的事务有较次序。寒天若爱在
教会的代志，拢是对传道局来调查。个教会若是啥物，若有啥物事，也着对传道局来报告。好，继续吼，后一段传道局有陈清义做技术甲干事来办理本局的事务，阁有请严吉敬泰龙、严吉敬泰龙先生来做本局的什么属兔？属兔是什么款的职位哈？毋知属兔哈，是给好来查一个好啊。属兔，属兔，第二点无来看，另外找第二讲。你属托，有，这可能是日本书。哎呀，属，这个系啊，属兔，属兔，看若是Google帮找有啥物结果。属兔，真正也属兔，原来是安尼。commission 属兔团队，真好真好。part-time 你 employee。嘿，你敢袂使甲即个网页的 link 打伫 chat 拿遐，我来记一个。就是属 part-time 兔团队，嘿，就是就是个伊所日记的即个解说，感觉着。我即个汉字用这黑白叉给人查着。嘿啊，结果是正确的结果，嘿。有啦，即只有啦，所以不过查着。我想其他的汉字有查了无共。汉字有两个写法拢有，袂歹。等下我记起来。属兔 commission。第即只应该是 part-time 的意思。是。第二个意思是 part-time。嘿，有 temporary work part-time。原来日记是这个东西。毋过就是日记嘛有迄个阿鲁拜斗，你敢有印象即个事？有啊。阿鲁拜就即个属兔甲阿鲁拜斗刚相像，但是差不多意思。应该是共意思啦，但是即嘛已经无人安尼，无人用阿鲁拜斗。对，无人用属兔啊，无人用属兔。阿鲁拜斗，足趣味。好，就是好，继续吼。我看本局的属兔，好，继续吼。对歌厅有啥物袂明的所在，互伊去甲因参详，就因较为了解咱教会的事情，
咱也较会明白因的意思，亲像迄个中间人的迄个概念。好好，我这段你敢若来读一遍？主托迄个词我用袂记啊，我记较早哦，敢是台语还是日语？我即摆想袂起来，应该是你读一寡书的资料的时阵，你时代去读着的款，我想袂起来。但我用 Google 去看查会着。好，俗套。因为看即个解说吼，看俗套甲迄个近几年较时行迄个派遣有甲淡薄仔相像，若是讲着迄个工课的迄个分类吼。俗套去用派遣，好。看无好，奇怪，好。较早是伫对电脑看到迄个主托，一个专有名词啊，做袂记讲是什么意思。好，来继续我来。好。我来读一遍吼。传道局有句但称义做做啥？技术甲干事来办理本局的事务，阁有请严基敬太郎先生来做本局的属托。对，我拄则阁有基本啊，毋过即马才想着即个时期也是日本的时期，所以讲伊讲的迄个官厅政府是讲的是日本的政府。对。是啊，因为我进前拢无想着即件代志，我想讲为虾米就是甲政府之间阁有爱有一个中间人，所以我即马才想着即个是一个日本人甲迄个日本政府的迄个交流，是，好，请。对官厅有啥物未明的所在，托伊去甲因参详，就因较会了解咱教会的事情，咱也较会明白因的意思。因为是日本人，所以讲讲迄个语言无通也是啥物吼，所以讲就需要即个日本人来帮咱讲算是了解啊，好，感觉继续读后一段。好，打已经经过头尾头尾我12句，头尾讲12年，头尾看12年哈。好，所以讲头尾连做伙，经过头尾我12年久，所办的事务不知好势，因行也较进步。迄个因行，敢是逐项？因行，好，来看敢有，来查一下因行。第二点无想来看其他的所在。因行，千円来的钱，原来是这样的。因行，因行，因为讲进前咱有看到千円这个事嘛，这个円，你敢有印象？印象，画圆迄个圆，无毋对，着画圆。好，继续。因行也较进步，就是有较侪钱的意思。好，所收的赞助金，好，所以因行就是赞助金。成绩也袂歹，敢是袂歹的意思？袂歹，年
年年有加添。嘿所以你拄则讲即本册用的词，甲台湾咱人用惯习用的词无共，即就是一个例吼，袂歹甲袂歹。嘿，咱可能是啦，事实是这我就讲袂歹，这我就袂歹。较毋知，就即个词我较好，安尼看着啦，伫咧圣嘿啊，经安尼学着，袂歹即个词哦，袂我歹。毋捌听过，嘿，毋捌圣经。嘿啊，我嘛毋捌听过。好，即段短短你来读。嘿，你只要讲啥？嘿。无，我是讲即个袂歹，我伫咧生活中，毋是讲圣经，毋是讲生活中毋捌听，我是讲伫咧圣经内底我毋捌看过。好，生活中咧袂歹，生活中袂歹。也无啊，嘿啊，对啊，就是拢无毋捌听过的意思。好，我嘛是。好，那我开始吼。当已经经过头尾活12年久，所办的事务不知好势，现行也较进步，所收的赞助金成绩也袂歹，年年有加添。好，继续吼。头一年收入金，完了，即个收入金，这边我读1222.52还是0.05？好 ，OK， 好，旧年收入金1450.45，好，办理本局的也完，敢是也不完工的意思。好，也完经了解，也完了解。好，也完经做理事，经做是啥物？经做理事。好，打将现任的来写伫下底。好，办理本局的也完经做理事。迄个经做，经做。好，来查一下，啥物叫做经做理事？佫是啥物意思？人名？也是理事是迄个职位的名，敢是？我看卖啊。我是做，若是做代志的做，就是看迄个经是啥物意思。毋过经，敢是增加的意思。增加做理事。我是因为征调做理事。征调嘛是的，但是我毋知，嘛是讲会通的。好，征调做理事。真侪无即个词。无真侪即个词。系啊。办理本局的也完，经做理事，也完应该就是公务人员了哈。嘿，是。再看有也完，敢是第8条？也完哦。就是公务。对，的确是安尼。嘿嘿。即个经做理事，当将现任的来写伫下底。系啊，后壁伊写的个是就是理事长、理事啥物的，所以讲理事应该是迄个职位，也是一个 committee， 一个组织吼。把伊理解是安尼。我真侪应该
毋知咧。即讲情感，毋该是情家，也是甲你拄则讲迄个情调。对，我毋知对是。我来看。情，好，这段你敢若来读？这两段你敢若来读一遍？头一年收入金1222.05，去年收入金1450.45，办理本局的业员真侪理事担将现金额来写伫下底。好，敢若甲迄个这段读煞就结束拄好一。好，理事长吴威廉，理事兼干事陈清义，理事刘中坚该瑞良，罗唔爱变调罗肯玉，罗肯玉，梁瑞丽，萧安基，计喜性，这印无清楚，看袂清。我嘛毋知。系啊，好，计水灵，叶金木，张天基。好，这开始理事的名。好。理事长吴威廉，理事兼干事陈清义，理事刘中坚，该瑞廉，这个该瑞廉。系啊，敢是该无事，毋知影敢有关系。敢若真后生的款。罗肯业，梁瑞丽，萧安基，计希信，计水灵，叶金木，张天基。好，大家。好。后一回再来读财团法人吼 ，OK。好。介绍这个组织吼。好，我输。好，我拄则看迄个该瑞廉，应该就是伫开始该无事马该的迄个后生。对。好，多谢今仔日就后摆继续来读。后礼拜这个继续吼，后礼拜4月7号。你是7号，我是8号。对。我前2天吼 book 一个欧洲的这个 trip 吼，所以我去个找要去欧洲。遮哩好，所以讲你要去倒位佚佗？你甲恁某讲有你查某囝去？我招阮查某囝去，我招阮虽然你甲恁查某囝真好，所以讲你去倒位？系啊，因是有迄个 spring break，敢是有 spring break，所以讲有放假。是7月小热，是去倒一个国家？也是哪一个国家？我要行这个路线。嘿，小互你看一个。敢是对团，也是你家己找自由行？其实是去做。cruise 遮好，敢是行迄个地中海 Mediterranean？ 对，我要行。遮好，遮欣遮好呢。敢会伤贵哈？敢若7月应该是当然是足贵的，非常贵。我一个大师学。毋过是为虾米会想要去？敢是有虾米要庆祝你查某囝，也是？无啦，本来你查某囝上大汉也是？毋是，无要庆祝啥物啦，主要是因为我本来是家己要去啦吼。后来我想我家己。你竟然家己去，当然是爱甲你查某囝，也是甲恁某斗阵去啊。我插7个是哦，无兴趣。我竟然会无兴趣，遮尔好的物件，遮尔好的代，哪会无兴趣？巴塞罗那袂歹呢。西班牙，巴塞罗那
嘿嘿嘿，毋过诶，你就是就是你个七工，吼，我拄则你话七工千外箍美金，嘛是会使接受啊，毋算是介贵诶。诶，毋过对啦，就是爱 plus 个机我犯票啊，了一个呀，错误啦，我犯了一个错误，嘿，我买较是，贵诶啦，我买迄种哦，有迄个嘿，有迄个嘿，怎讲？嗯，即个balcony，我买迄个较贵，嘿。宝克尼是啥？哦，是较好，我毋过宝克尼是较好诶，都较好较贵嘛，诶船舱。毋过恁啊，你在大诶房间就会较舒适啊，安尼嘛是，嘛无介贵，一百箍为什么尔。为什么我嘿啊，买的比这较贵济？我买的一个人2000外箍的呢？千外箍哦，因啊，为嘿，包括你个分做，你嘿。包括你是有诶开伫内底，就是哦，了解着看不着海，所以讲看袂着你海。买的宝肯定是有海我买景诶，是有海景的啦，海景啊，当然嘛好啊，这个钱花有价值啊，2000外箍。两但是呢，千外箍啊我后来有你住7天，你想看觅你住7天啊有海景啊住会较舒适，对，真好啊，我后来发现我算了无嘿介拄好，因为吼，你看我嘿其实阮日时吼拢伫咧外嘿口，巴塞隆嘿，纳。巴塞隆纳、哦，嘿，帕马登、马洛甲吼，哦，再对对对，来是 马洛加对，Florence，对对哦，甲有法国、意大利啊，意大利。主要是阮日时拢伫外拢口。真好啊哦。啊，毋过路线我足介意的吼，巴塞隆哦，纳。系啊系啊，拢是足除了好诶我对遐所在呢。无概念啦，什么帕洛卡什么这，我无熟啦吼。不要紧，不要紧，你嘿，去啊就熟悉啊。是主要是巴系啊，塞搁有隆纳，马赛呢，啊系啊，个巴塞嘿，隆那马赛，法国迄个马赛嘛，就有名马好啊。塞利嘛吼。系啊，马赛哦，我嘿，我对这搁有个迄个意大所在就有兴利尼趣的啊。斯，系啊，啊，我嘛是就有兴趣诶。你甲我 Florence，做你诶查某囝就幸福嘿啊，呢。啊，过来是甲罗马吼，罗马系啊，真罗马，好呢。嘿，系啊，搁啊，有佛，过来是我拄则有拿坡里，看到佛罗伦斯对无？有啊有啊，但是哦哦，真好呢。伊是停伫遮啦，停伫，毋嘿，歹势，伊是停伫嘿，遮，天即个地花拉斯维花币。加啊，哦甲你坐车2点钟来到遮，哦，嘿，嘛是真好嘿嘿，啊。哦，真好。啊，毋过我想讲你订迄个海景的房，应该嘛是袂歹啊，因为热天吼，欧洲应嘿该伊较晏才会天黑。啊，嘿。若是你较早起，是嘛会使看迄个日头出来，搁有迄个当然景点，应该是有一个真水。家己的空间是继续好的啦，因为系啊因为系啊，当伫船顶然啊。别人多哦，你就压榨的吼，系啊。啊，颠倒是系啊，所以家己的讲系啊，空间为着就较好啦。做嘿，住家己的房间，啊，住有迄个海景，遮水遮好舒适的歹去就知房间，啊啦，系啊，就知影到即个底开钱是这个钱，开了就就有当然价值的。无去就知啦吼。啊，系啊，无你看讲有阮历史你去一礼拜吼，一礼拜对7月9号嘛，一礼拜。啊，但是其哦，实我嘿，进前我7月7号7月7嘿，号我只是拜五暗时嘿，啊。就坐迄白灵机吼，红白仔回轮机吼，坐红白回轮机嘿，到，而8点是，钟嘛，我坐8点钟哦，的时嘿，间到即个巴塞隆纳，啊，嘿是，7月8号哦，会早起啊，吼，嘿，嘿嘿看嘿，时间呢，因为我看换做嘿，已经到中昼吼，嘿，啊袂歹呢，我伫嘿。遮住一暗，吼，伫巴塞哦，隆纳，对了对了，因为遐应该一定爱住1、2工去好好去踅巴塞罗那就系啊，反正头就一工甲最后一工拢会使踅嘛，所以就，会使踅系啊。阮诶，最后一工有迄个转来是暗时啊，教堂巴塞隆纳。圣家堂对无？迄无，个孙家堂敢是伫遮，应该毋是啊。孙家堂诶，可能是，敢毋是圣家堂是伫巴塞罗那哟？我毋知印象是对咧。中是啊，是哦，系啊，我印象早一个，我嘛毋知影是毋是。系啊，孙家堂是伫巴圣家堂。塞隆纳。哦，我系啊，是啊，就是到什么迄个拉萨格拉达 Familia，哈，拉萨一定格拉达 应该 Familia，应嘿，该会去看，应该会去看。因为哦，诶，我对建筑就有系啊，兴趣。其实我对建系啊，筑甲系啊，历史拢有兴趣啊，所以对我来讲，这是系啊，一条足好的路线。系啊，真好啊，你会使
加住几若工伫巴塞罗那遐，是无法度啦，因为我要有就敢若是真侪所在使请假， 7月8号啊，7月嘿， 9号下晡6点就爱坐船啊嘛，所以哦，就是嘿啊，迄条路线，就是我7月8嘿嘿，号伫遮住配一合哈，啊，应该是讲我7哦，月8号中昼的款，中昼先到，嗯，啊去 check in 了，我就来去佚佗，嘿，暗时困一暝，第二天嘿，到下晡6点嘛，所以会使搁嘿，算一天啦，到下晡6点上来。哦，所以袂歹呢，巴塞罗那等于会使佚佗一嘿嘿天啦，转来嘛是嘿，巴塞罗那透早5点，所以我巴塞罗那等于是会当住嘿，当佚佗3天啦，哦，当对对对，然是会当佚佗袂歹，3天。所以巴塞讲你转，罗那，你讲嘿，嘿，为巴塞罗那转去美国的飞行机是17号，也是18号，一天16号，伊讲16号，嘿，哦，安尼哈时间因为嘛是无透早嘛，所以介济，嘿啊，但是剩一工尔，阮是飞机是敢若暗时啊，我记得哦，就是剩差不多半工一工半工会使去佚佗安尼，应该是一天大，因为一工，暗时啊飞嘿，机，嘿是，所以巴好，塞罗那就哦，是真好时间呢。诚多啊。巴诶，塞罗你伫那迄个 cruise 顶悬迄一礼拜，伊敢无甲你安排啥物 tour，也是行程，也是无你着家己安排？这土应该拢爱家己安排。我咧想，我伊哦，讲哦，家己所以讲伊互你就是伫迄个伊 cruise 就放你顶悬，伊个有落来啊，你比如会放。讲这诶帕马德即个卡，因敢有包迄个中昼暗昼食诶物件，也是你爱中昼你另外伫因外开钱口啊，买？中昼应该另外，是伫外口，除非你对船顶家己偷早物件出来吃。哦，无我对对对对，咧想应该是毋过伊伫迄个无迄个伫船顶食暗昼，无暗顿早顿应该拢会暗使。顿早顿，我相信暗顿早顿嘿，拢会。有早顿就会做早顿亲像，你着8点，就是甲即个船当做是对啊，你旅馆 着当做 hotel 安尼，旅馆嘛，嘿啊，对啊，旅馆好七八了了了，点，早哦，起7、8毋过点，你若是你，就不要再出门。哦哦，了暗时啊，解了解了解，暗时啊，你着放假较枵诶，转去再吃哦，暗顿就哈，就好啊。是一个伫地中海行诶旅馆，对对对对行伫对，安地中海尼讲就诶旅馆对啦。就安尼，是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发现讲嘿，我买包肯定无甲伊会合，就是因为我伫嘿。是拢伫外口啊，所以感觉哦，啦，嘿嘛啊，无一定啊，你嘛无一定定定爱去外口，你嘛会使较早起来，啊，就会使看迄个日头啊，哪食嘿，早顿，哪看对啦对啦，就哪看是窗仔外迄暗时啊个早顿风景，啥拢会使踮咧包肯定啊，当然嘿啊，船顶足侪所在通是，好去，无一定会当去食。嘿啊，就算是系啊，你早起来就会使看到海，啊，偌水，啊真好呢。除了这个所在无熟啦，马洛嘿，卡，帕地马洛甲应该就是敢是就听过啦，是即个海甲，嘿啊，马洛甲海峡，马六甲，是哦。敢是迄个马应该毋是洛甲是共款的，一个歹势歹势，岛屿啊，是我误解嘿。是这个，帕马的马洛嘿，卡，就是跑嘛，好嘛，嘿，哦，有一个岛安尼，就这粒嗯，岛啊，搁有一马个马连，洛甲，马洛甲有无？哦，嘿啊，会使去遐啊去行看觅，这粒去佚佗岛无熟真好呢，啊，过来就是来到我这个马嘛无熟悉，赛。我其实嗯，马赛我无介熟啦吼，主要最近我哦，去嘿。看这个大众马伊迄个基督山人船，哦，哈哈哈，是是是这是，就对遮开始写起的嘛，所以我才对这个所在开但姐，始有所以讲基督山头记有写着跑马迄个道哟，也是伊是写毋是毋是，马仔我无马赛，看后壁，我敢若看第一章尔，第哦，一马赛，章就对这遮开哦，始写起嘛。呀，马赛就出名，就是法国的国啊，歌是我就拿看，马赛进行曲啊，我就拿看小说，嘿，拿查地图啊。我感我这嘿个是我真呀嘿呀，正有兴趣，因为我看小说真好，有兴趣安尼。啊，你嘿呀嘿呀，看地图就知影，足侪所在通好行啦。讲实在嘿呀，应该就是法古国大革嘛，命，嘿呀，嘿，嘿是，啊，所以足侪所在通好去。啊，当然过来第三工是到这个港啊。嗯放你落来嗯，了，看你要去哦，你 Pisa，去还是去 坐坐 Florence，咧，哦，啊，你这两真点钟，好呢。这一点钟啦。嗯嗯，啊，真好。过来就是拄则讲的，就是罗马，嗯，罗马，罗马敢若是嘿，有罗马附近，伫对哈，因为是嘛，附感觉近港，较南边好。罗马伫遮，哦，
伫遮你无看到？无啊，你即我马无写吼。话所在是佛罗伦斯，啊？对，是。嘿啊，拄则你诶画面也停伫佛罗伦斯遐。哦，啊，即马就看到啊，有较南边遐，罗马遮嘿嘿，伫中央啦，伫咧意大利诶中央啦。袂歹呢。啊，迄个拿坡里拄则你感觉我拄则看你诶行程，敢嘛是有去拿坡里？有无吼？罗马嘿啊，了，罗马了就是拿坡里。拿坡里啊，意大利就是对。为北边到南边遐，袂歹呢，袂歹啊！中安啊，你住海景房嘛是袂歹。你看你15号吼，有几工，迄几工拢伫遐，几工伫船顶海景啦，啊，当然嘛是袂歹啦，海景好好啊享受。啊，我有一阮查某囝，好呢，因为嘿嘿。阮查某囝，阮虽然查某囝和我兴趣其实足接近的吼，伊有兴趣，我教伊的物件，伊拢足有兴趣，啊，所以嘿嘿，你话对即个历史啊文化，我嘛是问伊讲，要澳洲做 cruise，两条行程，我就问伊讲，嘿，我问伊讲，看对一条行程有兴趣，另外一条行程就是即只嘛，伊对行即只啦吼。伊就讲伊对即条好，行程较有兴趣，我就讲好，咱就行即条。好。你安尼吼，就是敢若带你诶细汉查某囝，你某甲你另外大汉诶查某囝，敢袂感觉 jealous？敢袂？阮大汉查某囝伊较袂对我啦，伊讲伊家己较无兴趣吼，伊家己有。大学毕业之后你食头路啊，伊家己每所以家己讲安排，无一定，你嘛无一定会使放假放遐尼几工吼。伊家己旧年含因男朋友去，我嘛是做 cruise 去即个地中海，毋是地中海对啦，即款诶行程，伊去较有趣味，甲因男朋友斗阵去，莫甲老爸去，老爸较无趣味啦。我这若敢若进香团咧，你讲即种进香团行程哪有兴趣？莫讲阮某嘛绝对无兴趣，我规工你是外口你走来走去，伊哪有兴趣？透早出门就爱开始赶行程，开始行路，开始行路啊，去四界去进香无，念香啊，庙啊，一寡有诶无？无一定啊，这是就是咩讲，随你家己做，你家己安排啊。你若是想要较悠闲一点嘛，是会使家己安排较悠闲诶。对啦，其实巴塞隆啊，有足侪物件通好看，毋是干那古迹，毋是干那，其实其实嘛是，其实大城市嘛，大城市，其实你嘛是会使停，你机票去改啊，机票改一个，甲去伫遐住几若工嘛是。是无啦，毋过就是爱你公司公司会使我是无啦，主要是钱佫开遮济，你是对啦，开家己住伫遐就爱就是爱住迄个旅馆，我机票加上即个 cruise 已经开7000块去啊，两个人哦，已经开7000块去啊。两个人斗阵7000块，差不多啦。差不多。你去算，你去算超过1礼拜呢，佫是欧洲，佫是大城市，佫坐 cruise，差不多是即个价数啊。毋过就是出去佚佗，就是爱即个钱就有价啦，就是安尼好好啊享受。港口伫遮嘛，港口即附近就足侪所在通好去啊。会送去去踅咧，去行塔，真好。我是这新加坡遮 OK，系啊，嗰你去诶，你嘛，永远袂歹呢，袂歹。好啦，去好，甲你分享啦吼。我就想你若是去迄个去佚佗迄个经验袂歹，我就想讲我找时间带我母仔去斗阵去，应该嘛是有兴趣。对啊，即种行程我是感觉轻巧哩，因为你免家己安尼赶来赶去。我嘛是安尼感觉。
困一暗，第二工就是马赛，困一暗，第二工就是披萨。惊惊洗洗，嘿啊嘿啊，我嘛是安尼感觉。真好啦，好真好，好好好好，咱佚佗吹吼，期待一个期待试过你好好啊佚佗享受。嘿嘿嘿，啊，我着等坐咧等听你的经验。好好好，甲你分享哈。好，好，多谢，好，咱再会，真咱后礼拜趣味。继续读。好，好好好，后礼拜再会，好，安再会。安，多好，谢安拜拜。安。